各位觀眾，今日有個重磅嘅消息同大家宣布，計劃咗多年嘅港鐵東鐵線白石角站終於有定案啦！政府目標咧會喺2033年或者之前啟用嘅，而喺2027年底啊就會開始動工噶啦。而呢個站咧仲要南移咗選址，搬咗去中文大學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嘅附近，即係樓盤嘅嘉禧對面，更加會貼近呢個科學園同埋白石角嘅住宅區。對於白石角居民同埋科學園嘅上班一族嚟講咧，真係一個天大嘅喜訊。上單位之前，同大家拆解下呢單新聞有幾震撼。首先，呢個站係一個2層高嘅地面車站，長250米，闊度25米，採用自然嘅通風設計，仲會起一條橫跨吐露港公路嘅有蓋高架行人天橋，接駁翻車站同埋創新路一帶，以後出入咧就方便好多啦。成個項目啊，由港鐵自行融資，政府仲會採用組裝合成法新型嘅建築技術，目標咧就可以快啲咁樣啟用。最關鍵係啊，呢個港鐵站消息一出咧，成個白石角區嘅成交咧嘭嘭聲啊！咁啊，事不宜遲，即刻入單位同大家拆解下。一場嚟到白石角，梗係揾間單位俾你睇睇啦。海逸灣益京發展嘅單位咧，2房可以改4房，1517尺啊！入到嚟呢個玄關位咧，可以擺翻個鞋櫃啦。不過嗱，轉翻個密碼鎖咁啊，出入方便啲。鞋櫃都可以做到好大，一家大細嘅鞋都可以擺到啊！呢度咧咁啊〜日字形長方形嘅設計，呢度個飯台咧可以擺到6至8人嘅餐台，圓台都絕對冇問題㗎啦。呢邊景觀咧向南嘅，可以望翻個山景啦。而個站咧就啱啱喺正喺個中文大學羅桂祥醫療大樓嘅旁邊就會起㗎啦。咁啊，將來會有條橋咁樣駁過去就好方便㗎啦。咁啊，同我哋睇咗個廚房先。呢個廚房咧咁啊實緊廚嚟㗎啦，咁就可以長方形嘅設計啦，一家大細煮嘢都冇問題。微波蒸焗爐啊、煮食爐嗰啲有晒，仲有個雙門嘅雪櫃添啊！嗱，入面咧係會係工人套房，哇！呢個工人套房好大，補翻個鏡頭俾你，可以瞓到3個工人，好犀利。嗱，廳嘅景觀咧就唔算話好出色啊，都有個露台可以俾你晾下衫啦，闊度距離感都有嘅。呢邊咧左手邊可以望翻自己個內園嘅，咁啊呢邊就靜啲，嗰邊就對住吐露港就有少少噪音啦。嗱，原則呢度係2房嘅，但係點樣改4房咧？咁啊入嚟參觀下先。嗱，呢度咧可以間你個仔間房。嗱，雖然個景觀，我哋唔好望景觀唔重要嚇，最緊要係瞓覺嘅位置夠晒大嘅。而呢邊咧，亦都可以間翻間套房嘅。呢邊就係長輩房，阿爺阿嫲就瞓呢間，因為裏邊有廁所嘅。呢邊咧仲會有個露台仔，可以望翻後邊嘅山景啦。不過最好就唔好開窗啦，因為都有啲聲嘅。咁啊，到第3間房啦，呢間房咧就唔使間，同啱啱隔離嗰間咧差唔多大。呢間俾囡囡都係望翻個內園位置啊！呢度仲有個客廁嘅客廁，咁啊長輩可以用呢個，因為呢個係企缸，咁啊出入會方便啲。最後啦，就係主人套房。呢個主人套房咧，衣櫃啊嗰啲咧絕對擺到嘅。3邊落床一定得啦，後邊擺翻個電視櫃啊，一排嘅女主人嘅衣櫃都冇問題。呢邊就望翻自己個內園嘅，咁啊仲有個主人浴室。雖然唔係5件頭，但係都夠用嘅。呢邊咧仲會有乾濕分離，有企缸，有浴缸，廁所會有窗添。關注加點讚，買樓唔使煩。